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收睇我哋 Thinking Tech 系列嘅新一集。我係 Samudera， 係 Manage Engine 嘅企業推廣大使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同創新同進步息息相關嘅嘢。學術研究由數學嘅基礎原理，好似畢氏定理，到牛頓頭頂跌落嚟嘅蘋果發現嘅萬有引力，再到互聯網同電力嘅發展。學術研究一直都係推動人類知識界限，為顛覆性科技鋪路嘅重要力量。幾百年嘅研究，特別係由好奇心推動嗰種，一直都係人類進步嘅引擎。但最近，好似呢個引擎開始有啲熄火咁，就好似你想揸架揩油嘅車廂，而可惜佢係我哋距離點樣喺水上揸車，仲有好長一段路要行。以而家汽油咁貴，加埋消化石燃料對環境嘅影響，如果有人做下呢方面嘅研究，應該會幾正。你知唔知？其實而家雖然發表咗研究多咗，但創新嘅速度反而慢咗。呢個危機令好多專家都摸唔着頭腦。佢專家反而要研究點解研究會慢啲，而背後嘅原因可能比你想象中複雜。咁我哋開始怪 AI 或者 TikTok 令到而家嘅後生仔女佢嘅好奇心之前，其實我哋要搞清楚到底一開始係咩原因導致咗呢個現象。講真，研究唔止係慢，簡直係慢到令人痛苦，因為有太多程序同規矩要跟住做，由構思一個點子到最後嘅學術期刊發表，成個過程可以用嘅幾年，甚至幾十年都有可能。現實入邊，科學家做研究好少會好似電視咁光鮮，坐喺實驗室度混咗化學藥水，整下個美國隊長出嚟。而家嘅同行審稿人又俾大量投稿壓住，進展慢都唔出奇。另一個令大家覺得創新慢咗嘅大原因，就係現代研究實在太複雜。我哋而家好似喺資訊大海入邊游水，仲要好多資料都未經過審查同驗證。資訊咁多，真係好容易俾人淹沒。佢咁多雜音之中，好多好嘅點子都會俾人錯過。有趣嘅係，最近有份研究叫做論文同專利隨時間變得冇嘅顛覆性。佢分析咗4500萬篇論文同接近400萬個專利，橫跨60年，結果發現咗一個幾令人擔心嘅趨勢：重大突破越嚟越罕有，而新嘅研究都唔太可能將科學同科技推向一啲大膽新方向。我哋而家都係跟住已經建立好嘅框架行，成日都話站喺巨人嘅膊頭上，雖然咁樣可以建立佢已經證明有效嘅知識之上，但同時都限制咗一啲大膽同顛覆性嘅想法。呢種低效率唔單止浪費時間，仲浪費嘅潛力。我哋都係跟住已經建立好嘅框架行，成日都話企喺巨人嘅膊頭上，雖然咁樣可以建立嘅已經證明有效嘅知識之上，但同時都限制咗一啲大膽同顛覆性嘅想法。而呢種低效率唔單止浪費時間，仲浪費咗潛力。所以 AI 憑住佢快速解決問題同分析數據嘅能力，可以成為學術界突破循環所需要嘅顛覆者。我哋已經感受到 AI 同佢最出位嘅代表 ChatGPT 點樣改變咗我哋做事嘅方式，無論喺學校定係辦公室都一樣。一方面，大型語言模型可以用嘅無可比擬嘅效率加快寫作，甚至自動化一啲重複性工作，好似 Elixir 同 Perplexity 呢啲工具，可以加快工作流程，幫研究人員喺大量數據中揾到路。但係呢啲工具係咪真係可以推動重大突破，定係反而有機會阻礙我哋真正嘅進步？另一個大問題就係學術誠信。當我哋將思考同寫作外判俾大型語言模型，其實真係有機會令科學進步失去人性。仲要更糟糕嘅係，呢啲模型可以生產出唔準確、質素低嘅內容，即係所謂 AI 垃圾。而家互聯網已經俾呢啲咁淹沒咗。過度依賴 AI 帶嚟一個更大嘅問題。AI 會唔會反而拖慢咗根本性創新嘅誕生？你睇下啦，如果 AI 幫你做晒嘅苦差，越嚟越少人會花時間去了解編程同科研嘅核心原理，咁邊個仲會創新啊？仲有邊個會有嗰啲靈光一閃嘅時刻？如果人類唔再創作、唔再思考、唔再做夢，AI 佢嘅訓練數據可以依靠，新科技又點樣可以演變落去？我哋會唔會因為貪方便，犧牲咗本身嘅好奇心？結果令根本性創新停滯唔前。其實呢個真係一個悖論。AI 令創新變得容易嘅，但同時又可能令你唔想去解決咗以前嘅數據集存在嘅新問題。AI 嘅重複同改良現有知識方面好啲，但要真係突破框框，創造咗全新嘅就好有難度。咁我哋應該點做先啱呢？平衡。我哋需要一啲地方
既鼓勵快思考同批判性思維，又會獎勵深入同反思式學習。文字、資源、文章同傳統嘅文件，其實唔係過時嘅產物，佢哋對於有意義嘅進步嚟講係不可或缺嘅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啲工具同 AI 嘅能力結合，就可以保持住嗰份好奇心同深度，去做出突破性發現，同時又可以善用 AI 嘅速度同效率。你又點睇呢？ AI 會唔會令人類嘅創意更加發揮，定係我哋會因為方便而犧牲嘅創造力呢？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啦！記住 like、share， 仲有訂閱 Manage Engine Insights。咁多嘅 Thinking Tech 系列嘅影片啦，下次見啦！記住保持好奇心，繼續創新。咁我哋就下次再見啦！祝你生活愉快。